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网红叫做小哥哥艾莉，伊有一个女媒将，日前透过影片来指控，讲有一个姓詹的男子，假主是小哥哥艾莉的助理，甲讲要出高价，请伊来拍片。想袂到最后，伊毋但去互骗去，阁去互伊甲伊侮辱吞大。高雄的警方甲这个男子躯体到案，问过笔录了后，用诈欺罪甲移送。法官是裁定以5万块交保。他是用什么名义跟你讲？他是你那边的人，你在卖对。现在真会女网友出面控诉，有人用网红小哥哥艾莉的名义就以做回合作，双方这边说好对方补救。那时候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讲正经话什么的，你在做什么工作啊之类，就开始闲话家常，然后就开始乱绕，然后绕到荒郊野外，然后停在草皮上。他把后面的座椅整个搬下来，就变成像是个床那样，然后就脱裤子，然后就手就过来了。事发了后，女网友是起一个报警，当天暗时嘛喊小哥哥艾莉来纠正。女网友表示讲，家己是伫高雄的小巨蛋外口当着这个查甫人，家己讲伊是小哥哥艾莉的助理，邀请伊合作。不过女网友是当场拒绝。了后，伫面册收到对方的消息，讲家己就是巨蛋外口迄个查甫人，诚心邀请伊做回拍片，太估是35万。事实上，所在一个女网友四界黑白死，最后伫高雄公山一个偏僻所在甲侵犯。对，他后面还有接到其他的案子，也有女生要被骗了，所以我今天才站出来。女网友搁在网络看见了后，虽发现面册社团已经关起来，使用 IG 联络小哥哥艾莉。我们报完案了，日前获报后，已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份。正白的小哥哥艾莉提出告诉，高雄警方是躯体一个细尖的查甫人，不过伊到案了后，却无啥要讲案情的细节，检方就惊伊搁再犯案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法官最后是裁定以5万块交保，而且限制监视男子的大机。警方也提醒所有的民众，社交媒体的官方网站即卖拢设计专有认证的 logo。IG 是蓝色的标志，蓝是彩色和蓝色的标志。万一若是 YouTube 平台，会当找较早的历史影像的记录。网友之间接触，甚至爱见面合作，都爱加开时间做功课。上好会当和本人直接联络，安尼会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